大家好，我係從美國北加州退休移居大灣區，生活快滿1年嘅華僑博主。好多港澳朋友、海外僑胞睇我分享大灣區移居、醫療完善、生活便利，都心動想過嚟定居。其實我想講，大灣區生活真係好易適應，整體舒服亦好便利。但係剛落地嘅時候，有好多同西方、海外生活習慣完全唔一樣嘅小細節，一開始真係會覺得奇怪、唔習慣，甚至有啲困擾。今日我用親身1年居住經驗，將所有海外華僑剛剛嚟到最容易唔適應嘅生活差異全部講清楚，同時每一項都教大家實用解決方法同快速適應技巧。大家睇完先移居，心就更有底，少走彎路，少踩唔習慣嘅坑。1. 公共衛生習慣差異。剛嚟到最尷尬、最唔適應。1. 好多公共場所仍保留凳廁，西式座廁唔多。唔習慣痛點，美國、海外全部都係座廁，乾淨又方便。剛嚟到大灣區商場、公園、車站、老舊街道嘅公廁，好多仲係燈廁。老人家腿腳唔好，習慣西式生活嘅僑胞會覺得尷尬又難使用，衛生習慣亦一時接受唔到。解決同適應方法，優先選新商場、大型綜合體、高端餐廳、醫院、涉外區域，幾乎全係乾淨座廁，或有少部分座廁提供。隨身常備一次性馬桶、坐墊紙、消毒酒精棉片、免洗洗手液。老舊區域盡量少用公共公廁，忍一忍返屋企先解決。小區新家全部裝座廁，居家完全唔受影響。2. 部分食肆街邊仲有人抽煙，禁煙執行冇海外嚴格。唔習慣痛點，美國北加州公共場所全面禁煙，室內室外管控極嚴。大灣區好多老舊小店、街邊大排檔、老舊窄巷，仲係有人隨手抽煙，二手煙味道重，對唔吸煙。習慣海外無煙環境嘅僑胞好唔舒適。解決同適應方法，食飯優先，選連鎖餐廳、新商場餐飲店、空調密閉正規酒樓，全面禁煙，管理嚴格。避開街邊露天大排檔、老舊巷口小店，隨身帶小風扇、口罩，遇到吸煙人群，輕輕避開位置。小區物業而家禁煙管理好完善，居家環境完全無煙，唔使擔心。2. 出行安全習慣，路邊少隱患，海外僑胞最容易緊張。人行道成日有快速電動車從後方穿梭，速度快，無聲無息。唔習慣痛點，美國人行道淨係俾行人專用，唔會有車輛。大灣區大街小巷，人行道上電動車車速快，安靜無聲，經常從背後快速穿過，剛嚟到好容易被嚇到，亦擔心安全問題。解決同適應方法，行路唔好低頭玩手機，習慣靠右慢行，留意後方聲音，盡量走寬敞主路人行道，避開窄巷小路。老人散步盡量結伴，早晚高峰少喺小路逗留。住高端社區，周邊管理嚴格，電動車限速，安全好多。3. 買菜食材習慣，海外食品安全觀念唔一樣，睇住好唔習慣。超市菜市場，例如雞蛋、肉類常溫擺放，唔放入冰箱儲存。唔習慣痛點，喺美國生活多年，所有需要冷藏嘅食物，例如雞蛋、肉類，全程冷藏保存。我嘅認知係雞蛋必須低溫先安全。剛嚟到大灣區，逛街市、普通超市，雞蛋全部常溫堆放，完全唔放冰箱。第一眼睇住特別唔適應，擔心衛生同保鮮問題。解決同適應方法，科普安心，國內雞蛋表層有天然保護膜，常溫通風存放本身就係安全保鮮方式。本地多年習慣，唔會容易壞。自己購買之後，返屋企即刻放入冰箱冷藏，按自己海外習慣儲存就安心。想更穩妥，優先選品牌盒裝無菌蛋，大型商超冷藏專區雞蛋，同美國儲存方式一致。少去雜亂，街邊小攤買菜，選乾淨，生鮮超市，連鎖菜場，環境更整潔。4. 氣候環境，海外僑胞最難頂、最容易感到不適嘅一大項。1. 天氣悶熱潮濕，回南天嚴重，常年濕氣重。唔習慣痛點，美國北加州氣候乾爽舒適，四季溫和。大灣區夏天極熱，濕度超高，幾日嘅衫都晾唔乾，牆壁反潮，地板出水，全身黏膩難受，皮膚關節容易唔舒服。解決同適應方法，入住必配全屋除濕機、烘乾機、衣櫃防潮除濕盒，
係僑胞居家必須。裝修選防潮牆面、防水地板，搬屋之前提前做好防潮工程，常備去濕茶、清淡飲食，跟隨本地習慣調理身體。夏天少，正午出門，早晚活動，避開高溫高濕時段。2. 颱風多發季節，每年定期有颱風預警。唔習慣痛點，加州幾乎冇颱風，大灣區夏季、秋季頻繁颱風預警，嗌風落雨，停工停課，剛來會心慌不習慣。解決同適應方法：手機裝好本地天氣 APP， 留意小區物業通知，颱風預警提前知道。颱風天就乖乖居家唔出門，關好門窗，收起陽台雜物。大灣區防風建築標準很高，小區樓房抗颱風能力強，安全性完全唔需要擔心。習慣每年季節規律，慢慢就會淡定適應。3. 部分時段空氣質量一般，偶爾有霧霾。唔習慣痛點：北加州空氣常年清新通透，大灣區秋冬偶爾空氣一般，能見度低，敏感人群會覺得唔舒服。解決同適應方法：屋企常備空氣淨化器，全屋淨化。空氣質量差嘅時候，減少戶外長時間運動，出門戴輕薄口罩。大灣區近年綠化治理越來越好，整體空氣一年比一年改善。海邊片區、高端居住區空氣更清新，可以優先選擇居住片區。4. 季節性蚊蟲現象：春夏之交開始，小區綠化，公園甚至室內都可能有蚊蟲，尤其雨後。文化感受：加州乾旱少蚊，突然面對晚季，會覺得生活質量下降，甚至擔心登革熱。適應策略：家中安裝紗窗同門簾，網購磁吸式免打孔款，好方便。使用電熱蚊香液，嬰兒、孕婦可用款，加滅蚊燈。外出時衣物避免深色，使用含避蚊胺或派卡瑞丁嘅驅蚊液。大灣區本地品牌好多，定期清理家中積水、花盆、托盤、陽台地漏。物業唔積極時可主動向業委會反映小區消殺頻率。5. 一年移居，真心總結：差異雖多，但全部都可以輕鬆化解。我剛嚟到嘅時候，亦因為蹲廁、抽煙、電動車、常溫雞蛋、潮濕天氣呢啲細節，一度覺得唔習慣，懷念美國乾爽整潔、規則嚴格嘅生活。但住滿1年，慢慢發現呢啲只係生活小習慣，差異唔係缺點，而且每一項都有簡單好操作嘅解決辦法。只要稍微調整生活方式，選對居住區域，提前準備好物，好快就可以完全適應。大灣區醫療好，物價低，治安好，人情味濃，生活便利，節奏舒服，適合退休養老，輕鬆定居。嗰啲初期嘅小唔適應，只要提前了解，做好準備，完全唔會影響大家喺呢度安穩舒心過日子。